了线上主日学。哇，现在已经是7月了耶！不知道大家开始放暑假，有没有跟家人规划去哪里走走呢？哇，我们当中很多的同学都已经又升了一个年级喽。偷偷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升国中的好朋友们，已经去到了提摩太牧区喽。所以雅茹传道也再一次邀请我们当中升国中的好朋友，一起来到提摩太牧区，充实你的暑假生活。当然，雅茹传道也会在那边跟大家一起玩，跟大家一起认识哦。在今天的主日学一开始，邀请大家在暑假的时候，一样保护好自己，身体健康，有美好的放松的时间。在接下来就邀请我们一起跟着颂典、颂约还有英佳老师来敬拜吧。谢谢颂典颂约带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敬拜，让我们的心情都跟着开心了起来。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一起要来分享信仰故事的时间咯。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佩文老师提到了一个医生，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 OG 医师范凤龙，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雅婷老师也有提到另外一个医生呢？他就是在埔里服务的谢伟医师。哇，最近讲了好多医师的故事，对不对？可见台湾在早期真的是需要非常多这些有专业的医生们的帮助，来帮助这块土地上非常辛苦、被各种疾病折磨的人民。这实在是耶稣基督借着这些人对台湾的爱呀。那雅茹传道今天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哦。故事的主角呢是徐彬诺还有纪欧惠，他们同样也是在台湾，而且是埔里地区行医，帮助别人传福音的护士还有医生哦。就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徐彬诺和纪欧惠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叫做《爱的超能力》。
放学后回到家，我喊着：“爸爸，爸爸，同学来我们家玩哦！”同学们见到爸爸时都大叫：“他是你爸爸！”没错，我爸爸叫徐宾诺，是从挪威来的护理师。以前，护理师大多是女生做的工作，却是爸爸的第一志愿。爸爸说，他不只为病人打针换药，病人们也会把心里的难过告诉他，所以爸爸也替他们祷告，让他们身体和心里的病痛都被医好。爸爸还说，有许多人需要医治，所以他跟上帝说，不管哪里需要我，我都会去。当年爸爸来台湾的时候，我因为偷面包被关在台北监狱，那里的环境很糟，我和同伴都得了疥疮，全身痒得睡不着觉。爸爸来监狱里消毒环境时看到了，他边晒棉被边和身旁的人说，这些孩子需要的不是监狱，而是一个家。家，如果我有家，我的父母还活着，我就不会和杀人犯关在一起了。没想到，在我和同伴出狱的那一天，他来接我们回家。虽然他还没有结婚生子，但我们都叫他爸爸。有一天，爸爸接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搬到埔里去，因为那里的原住民住在交通很不方便的山区，生活很苦，卫生条件很不好。那里的孕妇、婴儿及生重病的人没有医护人员照顾。自从埔里基督教医院开始免费治疗原住民的消息传开后，候诊室天天都挤满了从山上下来的病人，因此爸爸需要去帮忙。医院人手真的很不够，所以我们也常常被叫来帮忙打扫、扛抬病人。爸爸除了要处理医院的事务，为病人打针换药，有时还得修理病床、厕所、窗户。他什么都能，什么都做，真的很像万能超人，可以搞定任何事。不过，看着爸爸疲惫的身影，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跟上帝祷告，万能超人照顾所有人，拜托上帝可以派一个天使来照顾他吗？爸爸，爸爸！放学后，我放下书包，迫不及待地问爸爸，听说医院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有一位妇女难产，需要紧急开刀输血，一位外国女医师立即挽起袖子，输血给那位产妇，还进入开刀房为她动手术。这位快、很、准，像闪电女超人的医师是谁啊？爸爸说，那位女医师叫季欧惠，也是挪威人。她是专程从美国来教麻醉技术和帮忙开刀的新医师。咦，她和爸爸都是挪威人，她是医师，爸爸是护理师，她是闪电女超人，爸爸是万能超人，这事好神奇。嘿，难道是上帝听到我的祷告了吗？我忍不住地想着。以前休息的时候，我总是看到爸爸一个人在医院的花园里，默默帮花草树木浇水。现在，爸爸身旁多了季医师，他们会一起说说笑笑。更有趣的是，他们喜欢帮花草树木取名字，还会边浇水边喊着碧玉、盖尔、
说个不停。不知情的人会以为有一群孩子跟着他们在花园中玩耍呢。纪医师决定抛弃美国的时髦跑车和舒服的生活，留在埔里。太棒了！我爸爸要结婚了！我兴奋得睡不着，跪在床边对上帝说：感谢上帝，现在爸爸有了太太，我们有了妈妈，原住民有了医师，这真是太完美了。有了闪电女超人的加入，医院变得更强大。妈妈除了医病、麻醉及开刀，还协助爸爸培育原住民护理师，成立了天使捐血队，保住更多的孕妇及新生儿，让原住民的身体变得更强健。在台湾小儿麻痹症大流行的时候，许多只能在地上爬行的孩子，也被我的爸爸妈妈接到医院的家照顾。我们的家人越来越多了。许多年后，我们这些孩子们也都当了爸爸妈妈，而2位超人也升格为阿公阿嬷。虽然已经退休，他们仍然不时穿梭在病房间，关心病人。他们巡房的时候，病人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你们会回挪威常住吗？只要这里还需要，我们就会一直留在台湾工作下去。阿公说，阿嬷说，挪威是我们的祖国，但台湾是我们的家。不过有一年他们回挪威探亲，阿嬷的身体因为生病太虚弱，不能再搭长途的飞机，他们只好留在家乡。但是他们的心一直都在埔里基督教医院，他们总是会捎信来，惦念着家人们、病人们，甚至是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有没有人帮碧玉修剪头发？盖尔应该长得更壮硕了吧？听到这些问候，总会忍不住想起他们手牵着手在花园中散步，那是我们最想念的身影啊。大家听完徐冰诺和纪欧惠的故事，有没有觉得他们2个好厉害哦？怎么能够用这么大的能力来照顾这么多的孩子，然后又有这么勇敢的心智，从老家挪威跑来台湾做这么辛苦的服事？到底他们从哪里得到这样子的力量的呢？假如传道在预备的时候，更多的了解了徐冰诺护理师还有纪欧惠医师他们生命的故事。首先我们看到的故事书中的万能超人徐冰诺护理师呢，他小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哦。在他10几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突然过世了，所以他从小是由妈妈一手带大的，而且他家里还有其他8个弟兄姐妹，都需要依靠妈妈的帮助才能够顺利的成长。徐冰诺护理师的妈妈呢，也因为需要一个人抚养这么多的孩子，因此十分的依靠上帝，认为只有依靠上帝，家里才能够有平安以及从神来的力量。因此徐冰诺从小就在教会以及妈妈的教养下，有非常坚定的信仰。而在他16岁的时候，他因为感受到耶稣呼召他来服侍弱小的人，去传福音，他就自愿想要成为宣教士。而在这之后呢，他分别进去精神病院当志工，去照顾精神病患，又去过在挪威地区的监狱，
去陪伴服侍里面的犯人。在这2个地方，他自愿去服侍、去学习的时候，他发现，哇，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黑暗的角落，在里面生活的人是不被看重的，是被遗弃的，甚至像在精神病患里面的病人，他们像动物一样的被对待，被关在环境非常差、非常狭小的空间中，没有办法得到非常好的精神还有生理上的照顾。因此，徐宾诺就用他护理的专业去帮助这一些在黑暗中或是不被重视、不被看见的最边缘的人。这一切的经验都让他越来越坚定，想要走一个宣教士，而且就是护理师的道路。徐宾诺认为，护理可以医治人的身体，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治疗人的心。因此，在别人的软弱中，或是从他自己的不足软弱中，他一步步的走上了这一些陪伴边缘人，或是孤儿，或是病人的道路。那在纪幼慧医师的故事中，雅茹传道发现，他的生命历程和徐宾诺护理师也有点像呢。原来纪幼慧医师他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过世了，因此她是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哦。她是一个隔代教养的女孩，虽然是给爷爷奶奶照顾，但爷爷奶奶却有非常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因此，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纪幼慧她也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成为宣教士，并且用医疗的方式来去传道、传福音。辛苦的纪幼慧，她用半工半读的方式长大。在21岁的时候，她想要去就读医学系。那个时候能够考上医学系的女生是非常优秀的哦。但是她生命中除了小时候非常辛苦的要独自长大，而且半工半读来面对学业之外，当他进入医学系读书的时候，没想到过了不久，第2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那个时候，挪威因为受到纳粹的影响，有许多的家庭在战争中流离失所，而纪幼慧医师他的学业也没有办法如期完成。等到他最后终于从医学系毕业的时候，他已经31岁了。所以他这个医学系总共读了10年，真是辛苦啊。那纪幼慧医师他毕业后没多久就去到美国取得麻醉医师的资格，并且留在那里工作。那从纪幼慧医师他自己的口述中，他在美国的时候可以说是过着非常时髦的、非常前卫的女性的生活，甚至他自己还有一台跑车呢。然而，上帝给他的感动从来没有让他单单的只满足于享受物质的生活。当他听到在台湾有这样子的需要的时候，他马上与挪威的差会联系，表示愿意来到台湾进行医疗的服事。什么是差会呢？就是专门差派有意愿服事上帝、服事人的宣教士到世界其他不同地方的一个机构。所以不论是纪幼慧医师或是徐宾诺护理师，他们都是经由挪威的差会被差派到台湾来服侍我们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很感人的，这2位童年时期非常辛苦的宣教士，他们因着上帝的爱，长大之后竟然有能力照顾这么多的人。他们2个结婚之后，一生都没有孩子，然而他们在埔里地区的服事，却让他们有更多来自台湾的孩子，组成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爱的大家庭。我们可以看到，借着上帝的爱而连接起来的一个家，是多么的特别，多么的美丽，是跨越国家以及血缘的一个很厉害的大家庭。从他们的故事，我们体会到，不管是万能超人徐宾诺，或是闪电女超人纪幼慧，他们的生命或许都有缺憾，或许都有许多的不完美，
然而在这些缺憾中，上帝却使用这些软弱来成为他们帮助人的动力，甚至在这些软弱当中，给他们去爱、去陪伴孤独辛苦的人的恩赐，让他们在这件事上成为上帝恩典的出口，成为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极大的帮助还有安慰。我很喜欢基欧会医师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上帝造人是要让人站起来，不是在地上爬。是的，就像他说的，虽然他照顾的孩子们许多身体有残缺，甚至他们陪伴的青少年有许多是没有父母，因而在外面非常辛苦的生活，甚至有犯罪的行为的。就算生命中有那么多的缺憾，上帝却不轻看每一个孩子，就像上帝不轻看徐宾诺以及季欧会他们成长过程中所遇过的缺陷一样。这些缺陷或软弱之处，反而成为上帝恩典的出口。当人们在软弱中依靠上帝的时候，活出来的样式是那么的美，那么的有力量。各位同学，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也一起学习不轻看自己的软弱。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痛苦交给上帝。愿我们都记得，虽然有痛苦，然而在这些痛苦中，上帝也常常给我们许多的恩赐，叫我们从神那里能够活出好好站立、有尊严与美丽的生活。你愿意相信吗？邀请我们一起把自己生命中的缺憾还有辛苦的地方跟上帝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借着基欧会还有徐宾诺的故事，主啊，谢谢你，我们了解到这两位超人用他们的能力照顾了这么多台湾的孩子们，但他们生命的背后也是有许多的辛苦以及孤独。但主因为蒙你的恩惠，他们的软弱却成为帮助别人的动力。他们对台湾这块土地上许多孩子们的怜悯是那么的深，叫我们看到当人在软弱中依靠你的时候，可以这么的美，这么的强壮，而且也照顾到我们当中这么多在孤单中生活的人。主耶稣，愿你让我们记得这样子美好伟大的力量，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依靠你就能够站立，像一个有尊严的人，为你使用，来祝福这个世界上更多需要的角落。谢谢主，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看完徐宾诺、基欧会他们奉献一生在台湾的故事，邀请我们也奉献我们微薄的金钱，作为对上帝爱的表现。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别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亲爱的天父，恳求你使富强教会主日学孩子们有受教的灵，在受教的当时虽不觉得快乐，但求主用爱与平安充满孩子，就不落在愚蒙与羞辱中，反得着尊荣，知道自己是蒙爱的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恁着勇敢壮大，毋免惊因，毋免因为恐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甲恁做伙去，袂离开恁，袂放下恁。申命记撒迦利书60，感谢主。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命记31章6节。感谢主。